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伫过去的年日保守看顾阮，互阮领受你所赏赐真实的平安。阮也感谢你，搁一遍用听启敏阮来到你的圣殿，来到你的受恩宝座前，要透过今日的礼拜，我们学了你。敬拜你，也要静静来听你的话。恳求主你安静阮的心，帮助阮会当用无下数的信心来敬拜你。透过甲你亲密的交陪，阮要找求你的心意，了解你的心意。主，阮是何等软弱的人，恳求你帮助阮。这个时刻。除去阮心中所有你无欢喜的事，互阮用专一的心志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你的名得到荣耀。是阮的主，阮也从今早起服侍正当工，完完全全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无论阮的献诗、诗琴、诗会。也是传讲信息，主你讲教阮三合地的，帮助阮，会当成就你的旨意伫阮的中间。今仔日是台湾新航医院的纪念主日，阮特别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间你所设立的学校，求主。甲学校中间所有老师、同学，以及所有负责的董事、三甲地地，互因会当明白你的心意，了解你的计划，照你的心意去推动学校的各项工作，互学生得到造就，将来成做你尽忠的奴仆，来服侍你。愿恳求主你也补满。台湾新航医所有的欠缺，互因得到教育的支持甲带导，透过正兄弟姊妹的关心，帮助这间学校会当接受主你交代因的使命，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主，阮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带领保守，互教会所有的中级同工以及牧师会当接受你交代阮的职责。特别伫今下晡，阮有杨门牧区的连牧师要就任，求主你搁一遍，互阮成做一个合一的群体。互阮会当三甲同心来推动圣工，荣光你的圣名，也互万民得到祝福。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是阮的主啊，阮也就特别将阮心爱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圣手亲自引带保守看顾。特别是伫后礼拜六，我们举行。过来这个拜六，我们举行选举，求主亲自伫这个过程中间掌管，透过选票竞选主所欢喜的人。恳求主你的公义、你的怜悯、你的仁爱，会当临到这个土地。愿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阿伦的家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请咱来吟圣诗，俄罗上帝圣诗第282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请咱起立来吟。者，请咱担心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你是创造的主宰，也是救赎的主。
就互人有活命毋茫的上帝。你的应允绝对袂失落。当阮众兄弟姊妹伫主的圣殿要来敬拜你、阿罗你，奇妙的恩典作为互有罪的阮，伫基督内面成做新创造的人。因为感恩所带来祝福，我靠上帝拥有的平安甲喜乐，互阮的性命得到丰盛。属灵的智慧定定决压伫阮的心灵，塑造阮成做有路用的器皿，通来服侍。相信互人平安的上帝，伫即个充满侪挑战的世界，阮经历过疫情所带来不安、经济衰退、国际局势因为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互整个世界带来混乱。特别阮的国家台湾面对中国压败企图，阮也真担心阮的未来。总是阮相信，伫主的听内底完全无惊吓。阮知阮有亏欠，就想要来闪避你的面。伫真理中得到透放，互软弱的心灵重新得到警醒。面对难以达成的目标甲重担，知影家己的不足。只要我靠上帝恩典，珍惜每一摆甲上帝相拄的机会，严加亲近主，互无完美的人伫伊的听内底被成全。当上年教会，阮的教会准备要迎起设教110周年的事工，恳求信心大大做工，呼召阮众兄弟姊妹为着这个事工献上恳求祈祷。上帝带领阮，互阮异象伫上帝国度，继续对伫宣教的事工发光兴起。上年教会伫无共的温数，互相配搭结连，伫无共的族群、无同的同会，伫属灵基督的内底互相结连，异象甲异象互相连结，信道相通。阮爱共强做工，因为主教阮伫地，听他上帝的话，记牢伫心。上帝灵时刻提醒阮，爱倚靠主，毋是靠人，爱省察家己，看家己志未逝，造就阮的灵命成长，成做新创造人，继续传福音，互较侪人来明白你，享受属天的恩典。阮的祈祷无够呀，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祈祷。咱的交托客英文，信息第21篇，全地都用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就用感谢入伊的门，就感谢伊阿罗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
赞美，今早起圣歌队要带咱来学老上帝，因为伊的死是为着美丽的地面。现咱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罗马书12章第3节。现在中文译本247页，台语汉语本182页。靠着上帝互我的恩惠，我要对恁逐人讲，毋通将家己看了伤过悬，着爱谦卑自守。逐人照着上帝所赐予伊的信心来衡量家己。
第二节圣经记载伫箴言4章20节甲23节，现代中文译本812页，台语汉译本696页。少年人啊，爱注视我的话，听透我的教示，毋通互因失落，爱会记得伊，刻牢伫心。因为得到伊，就是得到性命，得到健康。所修所成爱谨慎，因为性命是对思想定型的。今早起，咱台湾神学院董事蔡信生牧师要来甲咱传讲信息。思想是改变的关键，请咱恭敬来听。咱少年教会主任牧师、蔡牧师，以及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正非常的欢喜，会当伫咱的少年教会，伫遮做伙敬拜，做伙学乐，也做伙来领受上帝话。伫同心敬拜中间，搁一摆经历上帝无限的听甲恩典，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也将来永远拢伫地主。阮会当来到伫你的施恩宝座前，同心敬拜。每一个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你面前的人，拢要受你的欢喜甲接纳。但这个时，我们安静来听你的话。互阮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将你的话刻条，搁照安尼去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今仔日也是台湾新人院、台湾新人研究学院的奉献主日受派来咱的中间毋望咱也继续会当。为着这间马街设立，还是主的名设立的学校，诚做栽培更较侪上帝工人的所在。和台湾新人院、台湾新人研究学院，诚做台湾的祝福，建教会祝福。今仔我分享的题目叫做思想是会当改变，什么是伊的关键？咱每一个人。真容易，互咱的思想甲咱控制。但是，我要讲的重点，就是你到底有什么款的思想的影响？是互正面积极的思想，还是负面消极的思想的影响你、的控制你咧？到底你即马拢伫想什么？有两股的势力伫遐，互你的心思意念顶悬，常常拄着冲突，拄着伫遐咧拉扯，敢若有大扫安尼吼，游过来游过去。你想要来了解，到底为什么你安尼想？为什么会安尼做？所以你要先知影。咱的心思意念，毋是一个中立的一个领域内面。你会当稳准，互任何的想法进入你的头壳内，好的思想入来互你会当亲近上帝，互你会当做你互主欢喜的事。但然后歹的念头。有时较之后，嘛搁对入来有时，互你真实际，互你想要离开上帝。虽然有侪的成就，也是祝福，是对一开始就入来但是挫折、失败、甲咒诅，有时后骹嘛对咧过来所以要甲兄弟姊妹讲，其实你的心。就是你人生的战场，这场心思意念的争夺战，
迄个规模比你想的、比你想象的更较大啦。所以你的心思意念安怎，决定你的态度甲你的选择，这嘛深深影响你一生的前途甲你的运命。亲爱兄弟姊妹，相信上帝的话，你就会当得到更较多。人讲多产倍增掌权的生命，互你会当更较多来得到迄个生产力，互你更较有倍加，以及会当得到上帝伫生命中互你掌权的画面。所以，咱的心思，咱所想的，会当正，是对相信上帝这点来出发的。一个人会当相信上帝，倚靠上帝，这就是上大的信心啦。阿们。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安尼讲：信就是所望的的实在，以及未看见的事的凭准。所以信心，就是要互咱搁一摆知影，咱来对所望的事有把握，对还未看见的事会当肯定。真侪人掠做世间事海海啊啦！我都安尼，逐工啉甲水茫茫啦，狂欢啦，作乐啦，安尼我可能就会当将这烦恼、将这无不如意的代志，拢甲放袂记哩啊！我就会当多闪嘛，我就免阁去想这个问题啊。但是其实这一丝帮助都无，无济于事。你的思想实在是真重要。到底你的思想是安怎的影响你甲你的生活呢？第一项，我要讲的就是思想会形成你的环境，思想会形成你的环境。咱数学几何，你定讲一条线，咱称作一度的空间呐。真侪条线甲伊连做伙，就会当形成一个平面，这是2度的空间呐。如果真侪平面甲伊夹做伙，就会成做长、宽、圆3度的空间呐，那就是一个立体。咱所生存的空间是一个3度空间的环境。如果咱搁把时间这个要素搁甲伊考虑加入来，按就成做4度的空间啦。4度空间发生的代志，会影响搁支配3度空间。如果4度空间内面有物件改变，嘛表示3度空间内底嘛对咧你改变。换一句话来讲，如果你希望伫3度空间的内面有甚物代志会当成就，甚物代志会当改变，咱必须伫4度空间内面要大声去得到，大声会当掠着啊！所以我要问啊，什么是属灵的4度空间呢？迄就是属灵的领域。属灵的领域内底包括思想、意象、话语以及信心啊，这4部分。你知影这4项拢无有空间的限制，伊是超越过去、现在甲未来。其中思想更较是意象、信心、话语的根源。所以，你若要有得胜的人生，你就要有得胜的思想，你就要有得胜的意象，并且你还阁有得胜的信心，你还阁讲得胜的话语。所以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毋望咱一生是会当得胜，搁再得胜，有主甲咱帮助，互咱过得胜的人生啊！
我想伫圣经内面，拢总有超过8000个应允的方法，包括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入去，迄是一个应允流奶甲蜜的地哦。圣经对旧约甲新约8000个所在，拢有上帝的应允啊。所以，当咱会当伫这4项典管，特别伫思想典管，会当互咱得到这个应允上重要的一个关键。拿破仑捌讲过一句话啦，伊讲思想的力量，往往赢过内剑的力量啊。换一句话来讲，一个人，伊的思想会当行偌远，伊一生的路都有可能行到偌尔远啊。所以思想是真大的气力，伊会当创造环境，会当改变你的人生。思想嘛，当互你梦想成真啊！你的理想、你的梦想会当实现啊！因为思想的总合，就是将你带到你现在即摆的款式，才会互你常常伫你的头壳内最上重要、上优先、上关心的这各种的想法，嘛会当讲是成就今仔日的你啊！所以你唔通将你现在状况，拢甲伊讲啊，这臭拄坎啦，这偶然呢。你咪讲啊，这拢国不2、3种啊，就是环境造成的啦。颠倒摆，你爱为着你会当真做今仔日你，你都爱想过去我是咧想什么，然后我咧做什么，才变做今仔日的我。伫咱成长的过程中间，有真多的代志，可能你无法度控制，无法度掌握，有最外在因素甲环境。但是你唔通袂记，这个拢会甲你即马伫想的，甲你的思想伫遐咧交叉，伫遐咧连接，塑造你今仔日甲未来你啊。所以我要讲，外在环境是你照伫你内在的一面镜啦。并且你的内心一直暗暗要甲伊掠掉、要甲伊揽掉的这种的思考，会真自然流露甲表现出来哦。人最后嘛真做伊真正心内所想的迄款的人啊。伫你的心中，上帝嘛，互你一大片真肥的田园啊！你就是拥有这片田园的农夫啦。你要安怎来耕作？要安怎经营管理这块你心内这片田啊？如果你也做好的种子，照时来灌溉、落肥、该栽培，用心该照顾，最后你一定会当结实结做好的果子啊！互你会当得到丰盛的收成啊！但是你若无意无意，有时安尼真疏忽，无真注意要甲照顾。我跟你讲，毋免偌久，这片土地遐个草啊，乌白发、乌白生，你慢慢摇移啦，你的田真紧就趴远去啊！并且并无任何的修成。加略太书第6章第7节，保罗安尼甲咱讲：无伫家己错误，上帝袂侮慢的，因为人所野的是什么，伊也要收迄号啦。意思讲，咱毋通家己骗家己啊啦，嘛毋通骗上帝。一个人种什么，伊就收什么。所以兄弟姊妹，无论是好的，还是歹的种子，伊总是会大长啊，总是会成熟啊。所以带来结果，可能就互你变了更较好，也是互你变了更较歹。
如果你想要得到好的修行、好的结果，你必须要财政，佮照顾遐好的经济。马太福音第7章18节，这是主要所讲的话。咱做伙来读好无？来，好树未结歹果子，歹树嘛未结好的果子。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不结好果子。也就是讲，好的念头未对邪恶的心灵思想内底来产生，歹的念头嘛要发生在一个圣洁的人的心灵内面啊。所以，你的心就是一片真肥的土地。今仔日的你，就是过去咱所压迄个经济所种成的结果。想想以后的你，嘛就要看你今仔日你开始安怎来压这个经济，甲照顾这片的产园啊。所以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思想会决定你的未来啊。箴言今仔咱所读的圣经4章23节，伊安尼讲：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注意听，这个心不是心脏哦，是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思想，都要将你的思想、你的心思意念顾好。所以，和合本的圣讲，你着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大发出来，对心发出来，就是对你的思想发出来啊。现代中文本甲这句话咱都有读对不？伊翻做什么？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所思所想就谨慎呐，因为你的活命是对你的思想定型的。所以咱爱真细致、真谨慎，咱家己所想、咱的念头都爱细致，爱细致。咱财政是不是好的思想？这种的经济，等你好好栽培、好好照顾，安尼都有好的结果。特别伫歹思想的经济还未布个、还未大长以前。上好将应该背出来，该考起来。只稳准好的经济，合伫上帝的心思意念，活伫你的心田内底。安尼做，你的未来才会当得到丰富的收成，才做你的回报。所以要讲思想。唔那影响一个人的话语甲伊的行为，你所讲话甲你所做的，你为人处事嘛是对遮来，伊嘛左右影响你的待人处事的态度甲角度啊。同款，思想嘛当造就你的习惯。真侪人拢有惯性，拢有这种习惯性。伊惯性做什么？伊的个性、伊的思考是啥，拢是同款。所以，咱的人生是对咱的思想来做决定的。所以，咱有正面的思考，有积极的思考，有合伫上帝心意的思考，是偌尼重要啊！文学家巴尔扎克伊捌安尼讲：一个人会当思想的人，才是真正一个有力量，并且无受限制、无边、无边界、无受限制的人啊。因为思想未受到现实环境的限制。过去3年来疫情已经限制咱足侪行动，对无？3年来你这个喙暗挂条条呢？牧师今仔讲道无法度拔起，嘛是介无自由，敢毋是？你的生活中间无用，已经受到足侪限制啊！感谢主，拄仔牧师真侪张讲，双年教会即马聚会人渐渐拢回笼拢转来啊！哈利路亚！因为咱确实受到环境最甲咱束缚限制啦。
但是我甲你讲，思想是未受到现实环境的限制啦，因为伊无边界，伊是无限的大，充满创造性，会当对无变做有，互咱有对死搁活的快力啦，阿免吗？所以人类的历史这样多的新的发明、新的创作，就是安尼来产生的啦。人类有无限的可能性啊！美国出名的内科医生 John Sandler， 伊写过一本册，讲病对心来发生啦，病由心生啊。伊这册内底啊，伊讲起76%人类的病痛，拢是对不良的情绪来产生的啦。比如这个紧张胃做胃伫痛呢，有时就是情绪性、情绪性的一种的病症。痛，都艰苦呢。但是医生说嘛，无啥物大问题，是就是无法度。伊这内底嘛写癌症，甲咱长时间的万分苦毒，也嘛有关系啊。这拢伫心内的毒素啊。所以人就变做真快乐，真有压力，家己忍掉咧。有时佫有真侪愤怒、失志、累积的情绪伫遐咧波动，这拢会带来身躯的影响甲变化咧。咱现代人常常上爱讲的一项一个字是啥？你知无？忝、神，有够忝，有够神呢。你若常常讲足神的，足忝的，安尼你的人生就介无趣味啊！我看到神啊，想到忝，安尼就麻烦啊呢。若身躯忝，含你的心嘛足忝的呢，这叫做亚神，对无？压力，互真侪人愈来愈情绪化，伊的身躯嘛发出一种的信号，就是无正常的信号就走出来啊。根据统计，80%的人的思考、的思想，拢大部分较侪是负面的啦。系啊，是啊，惨啊！未讲就开始，你毋着讲会赞，上帝甲我伫地无问题，你毋通安尼讲安尼。教死囡仔囝，未开始拢歹的话，你知无？哎呀，咱都爱改变，彻底来根治这毛病。关键就是爱消除咱，无论是健康还是病人，咱迄个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思考，爱改做积极、成熟的思想啊。安尼其他的治疗才会当事半功倍啦。细胞的生物学家 Lipton 伊嘛提出安尼讲一字啊，讲生命无受到啥嘢，生命无受到基因的支配，那个投影幕啥嘢，是伫思想的模式，并且若思想改变，就会当接受新的认知的方法，安尼咱的 DNA 嘛会改变啦。这是一个。细胞生物学家伊研究的话啊，你也想看卖啊这个诺贝尔奖得到的有犹太人还是犹太裔的这后代比例足悬的啦。甚至甲研究就发现讲其实因的 IQ 就是因的智商智能甲正常一般人嘛无差太多啦。好嘛，袂讲好差偌济，但是你要注意，犹太人因对细汉就是开始来读圣经。一个囡仔伫12岁以前，伫行这个成人礼以前，因都爱背足侪旧约、摩西的五经啦、托啦。当这个话对囡仔开始，都已经进入伫伊的思想内面啦。你知
思想就改变，伊的灵性嘛开始改变，进一步影响到伊的魂、伊的体、伊的全人拢咧改变啊。所以当人的思想改变，伊的生命就会更新啊。所以为什么咱爱注重儿童、青少年的教育，特别咱的信仰教育？对细汉就读圣经，互伊听，互伊背念着上帝为真理的心来，共款这个意思，灵魂体拢会改变。所以我即马所强调就是，我一开始一直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咱必须要为着家己，为着环境，咱爱负完全的责任啦。即马咱的气候拢变化。最近国际开足多会，拢是甲气候有关的。气候变迁，这拢是人破坏啊！人必须要为着这来负责任嘛。当你要承担责任，当你愿意停止埋怨、责怪别人，咱讲怨天尤人啊，怪天怪地，就是无怪家己啊。安尼。你会当开始来找出造成今仔日的你背后所稳重的思想是啥物？一旦你安尼开始做，你就发现藏伫你生命中间做遐似是而非的思想，敢若对，搁敢若毋对，你搁甲毋对，甲当作对呢？你拢安尼想呢？搁想几啊年呢？你不需要读起。才错误的思想，安尼才当改变已经发生伫你生命中的多的问题啦，大细项的问题啦。第三点要讲的，改变对你的思想来开始，改变就是对咱头壳内底你想的来开始。所以你即马就要开始改变，唔通一直要找理由啦，找借口啦。一直甲责任撒互别人，这种的歹习惯啦。安尼，你就会变做一个更较有智慧、更较专心伫正面、较有原则的思想内面啊。并且对你目前你所生存、所生活的这个环境，你会当好好甲伊利用啦，会当达到，互你有一个会当成长。较得胜的一个，颠倒是一个帮助的溃烂。我头讲，环境是一物件，会照出今仔日的你。所以通过更新甲改变，你的思想会当慢慢提升到一个更较悬的层面。就镜，你照镜，你照镜了，你会看到家己，哇，你有改变，并且真做。互你看到的更较清楚、更较美好的一个影像，就亲像咱要看远的所在，咱用望远镜对无？咱要看望远镜，咱来调整的是望远镜的角度甲伊的焦距，毋是要调整迄个远、更较远迄个景致，还是你要看的物件，迄你无法度改变啊。但你会当改变是你家己的角度甲镜头的焦距啊。所以你想要做的是按照正确的方向来改变家己的思想。罗马书12章第2节，而且有一句话讲：无伫甲这世间相款，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才是上帝善良顺转的旨意。所以咱的心智。嘛要定定换心来变化咱家己啊！所以咱要来改变家己的心思意念呢？我想第一项就是你有自由，会当选择你家己心要有什么款的思想啊。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保罗安尼讲：既若是真实的，既若是可敬的，既若是公义的。既若是清洁的，既若是通听的，既若有好名声的，若有甚物德行，有甚物通学乐的，
才会领着笑脸。笑脸是啥意思？都摕来算，摕来想啦。好诶，这逐项保罗甲咱讲，这逐项拢爱来想。所以你都爱常常想这美好、正面、积极、高尚的事。上重要，就你爱常常来默想上帝的话啦。日时、暝时拢来想。你也知影上帝是公平，伊互咱每一个人拢有自由的意志。你有选择失败自由，你嘛会当有选择成功的自由。你会当选择邪恶，讲我无爱这良善，但是最后你会人讲自食恶果啦，家己会食着惊哦。所以你要为着家己的决定来负责任，因为即摆你就是对过去到现在的思想所形成的，未来你就是你这个时阵开始，你想什么所产生的结局。既然你有选择的自由，安尼你就要安怎选择？什么款的思想才是对你上界好的呀？第二，就是要怎改变你的思想呢？就是你要用稳圣心会当改变你迄个固执、固定的观念、态度，甲你原来的愿望啊。简单来讲，你的思想要改变，就是爱改变成做用上帝的思想、上帝的思考来看，安就对啊。所以你若安尼做，你会当用上帝的思想来看你家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未来，用上帝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用上帝的愿望来当作你家己的愿望啦。咱较早有一个说法，另外英语字写 WWJD 啦，迄意思是 What would Jesus do？ 每一摆你想什么，你做什么时，你先问讲，若是主耶稣，你会安怎做？你会安怎想？安尼才叫做用耶稣的心做心嘛，阿免嘛。以弗所书4章23节到24节，保罗先生安尼讲。个人的心神着换新，像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啦。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所以这段圣经，你提醒咱爱坚持，爱守条信用，甲世俗有所分别啦。毋则讲叫做分别罪性啊！咱毋通甲这个世间同流合污啦。咱来了解家己的本质，咱来确认我就是照上帝形象所做的。安尼，咱才当超越世间人，互咱做对伫思想顶悬的限制甲影响。所以，咱来突破现状，咱就要改变咱的思想。因为你乃当用阮圣神来改变你真固执、固定的观念，甲你过去的态度，甲你的原来愿望，安尼当你的思想，互上帝来更新甲改变，你要变做无共款的人哦。所以你的思想，若互上帝来改变，你就会真介意、真意爱上帝话语。一时暝时，常常默想，过来甲这圣经经节拢甲暗念起来，你嘛袂感觉亚神。自然，你就伫你的思想顶悬，慢慢哪想哪明白上帝的奥妙、上帝的旨意，并且用信心慢慢形成伫你的内面，佮用话来做见证。伫你的生活中间，甲主相拄有侪真实经历主的经历啦。所以你要提醒你家己，你常常要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代志。安尼就学习，逐项代志伫还未发生、还未成就以前，你就会看见将来要成就迄个难度。因为行动是根据思想来的。
有时敢若靠想，还阁无够力，需要用咱的话甲伊宣告，阁甲伊讲出来。所以，咱的讲话，有时要先整理咱的思想，整理咱想什么。毋是，咱讲饭会当凊彩食，但话唔好撒咧乱讲，对无？所以咱也需要整理，将咱的思想搁一摆来到主的面前来调整、来改变。我用一个例，出名的报道家邦奇不用康牧师啦，伊伫3年前，2009年12月初7已经安息啊，过身啊，享年79岁。这个牧师呢，咱来回顾伊的一生。伊伫9岁时阵啊，伊讲伊伫主的面前大声啼哭，伫遐认罪悔改9岁哦，然后决志信耶稣。10岁，伊就领受爱到非洲宣教的呼召。咱的马街博士啊，伊日记写讲伊10岁就决志要做宣教师，10岁。10岁囡仔、9岁囡仔，读甲你想啥啊？嘿，影响伊一生啊！阿妹嘛，伊讲伊这60几年的日子，伊用无比的热情伫宣讲上帝无比荣耀的福音呐！你知伊家己表达讲，我读册的时阵，我伫学校成绩足差的啦。常常互老师同学讲，伊是 zero， 就是零啦，鸭蛋啦，一个考试真含慢啊，成绩拢考袂好的一个学生啊。但后来伊决志，伊到伫威尔斯圣经学院受装备，后来伫德国受按立，成做牧师。伫第五教会牧会7年了后，伊照伊原来要去非洲做宣教师，所以伊要前往非洲的赖索托这个国家开始福音报道的事工。讲伊身躯无半身，去到伫机场，伫遐搁咧丢毒，忽然有一个人赶来，一个印捌的青云人，摕一个皮箩仔，有一份奉献，讲要互伊啦。拄啊，伊甲算咧讲。拄有够个买一张单程机票去到非洲啦，所以及时就坐着迄班机去到非洲，去到伫赖索托的一个山顶，伫遐咧祈祷。伊开讲，上帝互伊看见异象啊，看见规个非洲大陆拢互主耶稣的保护洗清去，对北边埃及开罗到南非的开普敦。对东边的吉布提亚一直到达克尔，拢互上帝手伫遐甲伊忘掉咧。将来福音要遍传非洲，咱知即马是非洲福音大复兴啊！非洲是最近这20-30年来，全世界福音传了上紧、遍传上厉害的所在啦。你甲看这个 zero， 咱讲鸭蛋啊真含慢的一个学生，变做互上帝动用出名的一个福音的英雄啦。咱讲 from zero to hero 是英雄的。所以不用康牧师伫非洲最国家，伊的报道一届拢带100万人伫遐咧决志信耶稣。伊讲伊已经带将近8000万人来信主了。所以不断这本册写的，天堂爆满。地狱净空啦，天堂爱满人啦，地狱上好会空啊！咱敢有这种的心智，敢有这种的念头，敢为主来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嘛？所以一点点不断用这种书，伊就宣告，讲信仰是对即马开始，上帝凡事拢会啦。伊宣告。地狱净空，天堂饱满。你看，这就是思想，互伊常常想上帝旨意，想到上帝所欢喜的，伊就不断用信心去甲伊完成。兄弟姊妹，
我相信上帝嘛要兴起，亲像马该，亲像不用看这种的宣教师，为着主来陪命的人，伊嘛要兴起你甲我，因为咱爱对咱的思想的改变来提升，然后咱得做出上帝超过咱所求所想的一切。阿们咯。最后我讲结论，咱的个性。性格会决定咱的运命，最后一页。态度会当决定下一页，会决定你的人生；思想会决定你的关度，行动嘛会决定你的成就啦。所以你思想决定你要做什么，你要爱什么，你要达到什么款的地步。所以一个人是不是会当成功，最重要就是看这个人你想什么。你的思想若不断更新。加上你有行动，安尼就是改变的关键咯。咱的上帝是不断地做新事、新的代志，伊不断地让人改变。所以上帝不是你做复制品，伫每一个时代，伊拢咧做新的事。真理甲原则永远袂改变，因为上帝到今为止，还搁咧做新的事，要成搁较大的事啦。以弗所书3章20节，安尼讲，上帝行做盘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啊。上帝能以运行在我们当中的大能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过咱所求所想的啦。所以上帝要不断来更新你的心思意念。兄弟姊妹，你若是愿意改变你家己的思想，你要成做一个会当改变环境、改变世界，甚至会当改变你人生的人啊！阿们哦。伫我要最后结束祈祷以前，我今仔代表台湾新人院来甲咱请安甲说多谢。咱先看一个影片，这影片内底讲起有3位毕业无偌久的台湾新人院毕业新学生。因为因头脑安尼想，因就愿意为主安尼来献身，并且因拢选择去偏乡、去较庄脚、去较无资源的所在来看影片。150年前，只有28岁的马介对远远加拿大来，台湾就亲像是偏乡。对台湾、对马介讲嘛是偏乡啦。我记得迄边是一个风台天，然后我就来到这，迄暝真恐怖，因为就是风台。然后我的手机就一直咧亮迄个土石流的警报，我就真惊，行到火敢会雨水冲走。然后突然间就有一种真无助的感觉，是甲第一遍来的时阵真无相款，因为这边是只有我家己。然后就一直想起讲真有话，或者讲因的厝顶漏水，然后我困便所。我就突然间感觉讲，对，我即马已经到一个偏乡的教会啊。就亲像是我家己属灵的家人同款，阮阁是同胞，阁是兄弟姊妹，然后看到这英军是无才通继续。国门休落去的时阵，我伫上帝面前就一个悔改，伫上帝面前祈祷。安尼死就死啦，就亲像一粒麦仔，若无落伫土里，就袂当结实济济。迄伫嘉义欢乐教会，伫这个所在，嘉义县欢乐乡，侪人拢是做事为主，教育水准比较大都市来讲，无遐尼啊会悬，经济收入也无遐尼啊会好，所以。这是上大的差别，伫生活顶面嘛有侪差别。亲像草地这个所在，大多数人拢是早早就困，早早起床，因为要去做事。我感觉讲，并毋是地理位置的偏僻，乃是这个偏僻是存在伫人的心内。服侍时间常常是对头来。也会当讲是用一种随时改变的方式做调整，
毕竟无一项事工是对头到尾拢无改变来结束。这个事工因亲像只有在夜景，但是敢若无法度收挂。所以有的事工我其实就是改行，或者是直接暂停。我应该要做较侪的事工是伫当工的起做顶面。我毋是为着家己行这条路的，是为着上帝的旨意。我是伊的仆人，上帝要叫我去倒位，我就应该顺服。会来到这个所在，也是我甲上帝祈祷讲，我想要到偏乡，上帝也真正回应我的祈祷。离开这个所在去北京教会服侍，有时阵我嘛会安尼想，但是当我进入来详细甲家己的呼召来对话的时，就感觉讲，既然上帝已经答应我来这个所在服侍，安尼我就爱伫这个所在有较久长的时间，除非有真清楚的指示，我应该离开，我才会离开。我认为上帝的路步嘛是爱看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就是祈祷，然后伫祈祷的过程中间，其实无上帝爱我离开边人的记号，也是感动，完全拢无。反正是伫祈祷中间看到一寡囡仔的面，兄弟姊妹的面，然后伫迄个时阵，我就决定要留伫边仔。若毋是上帝爱我离开，一定有上帝伊的心意。旧年我将我的户口迁徙来遮，这个身份影响是搬过传教者的身份，也帮助我重新调整。我的服侍毋是只有伫教会，也是甲教会有关系，伊是搁较宽，我会当甲搁较侪人来互动接触。马街的宣教事工，现今还佫伫台城继续，对学堂中以及团契生活内面延续马街精神。阮是一群活伫异象中的人，伫上帝国做梦，同齐兴旺福音，点到生命的火。台湾新学院的校训就是对上帝有信，对人有听，对土地有情。阮的使命就是要培养一群敬畏上帝、听教会的传教者、甲教会侍奉者，继续传承马街的精神，就是谦卑顺服伫上帝呼召，愿意去到上需要的所在，通过听甲受苦，互人会当经验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拯救甲毋忘。也因为安尼，阮真需要正教会兄弟姊妹你的支持、奉献甲带导。好，通过这段影片，我大将感谢咱双连教会牧师、长职以及咱的主任兄弟姊妹。我代表台湾新人院全体师生，咱双连教会搁一摆深深的说多谢，因为咱实在为着新人院足多的祈祷、关心以及咱特定号，无论是对硬体、对软体、对整个的奉献，大家拢尽心尽力。即只搁一摆代表学校，当时的深来感谢大家。现在是咱新人院专任的老师有15位，现在学生那包括新人系，就是一般咱读的拢总250个学生。立案了台湾新人研究行业学生是130名，所以嘛，咱有当为着学校来继续关心甲带导，过去这几年，咱看见在资深的老师，慢慢有的爱退休，年纪到啊，但是学校嘛继续栽培多新的师资老师，校舍嘛对着年代有的拢老化，所以嘛一直伫整修，所以软体硬体拢继续需要发展。
望咱继续伫你的祈祷中继续咱提名为着新人医来祈祷，互台湾新人医诚做咱规个台湾教会、规个社会一个上大的祝福。也毋望咱常常也会当三甲关心咱无论用今仔日用奉献地，还是用其他方式，拢会当替学校来关心甲奉献。过一摆，深深多谢大家，咱同心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通过你的话语，过一摆来了解，你互阮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阮会当想这项，想迄项，总是主啊，你调整阮的思想，你帮助阮会当合伫你的心意，互阮所想、所讲、所行，拢照你的旨意，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来吟圣诗回应上帝听，圣诗338首，愿我哪听你，我主基督，请咱起立来吟。Amen.
真济，咱用奉献来刷着咱的礼拜。日来做奉献的祈祷。小事万行门的上帝，愿感谢你的恩惠，保守阮一切诚像用。阮即时用你所赏赐的淡薄金钱，甲阮全能的时间、财情奉献伫你的面前，愿你接纳阮所献，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主日为总会所定台湾神学院奉献主日，感谢大神董事蔡信生牧师代表前来本会，伫第1场、第2场、第3场礼拜中进度请安甲报告。愿上帝赐福台湾神学院逐项的事工，并祝福全体教职人员甲学生服侍得力，身心灵健壮。也请兄弟继续为关心代祷甲奉献。第2个事工是本会定伫下晡3点，伫咱10楼礼拜堂举行。
连正祥牧师就任关怀牧师，受职感恩礼拜，请兄姐参加，并参加线顶的地招礼拜。第三点，感恩节的活动。感恩节即要到，邀请大家透过实体卡片加社群媒体，过去一年捌甲你温暖的家人甲朋友传达谢意。团部委员会也特别为大家准备实体卡片，提供予需要的人。伫咱礼拜场刷伫后壁有开放来摕吼，咱有2张吼，一张是绿色，一张是黄色的吼。请大家进一步邀请因来参加咱后礼拜日感恩节的主日，以及当天下晡12:45，咱开始的感恩节音乐会。感恩对心开始，互温暖彼此。感恩节音乐会伫咱后礼拜的12:45，伫咱礼拜堂，欢迎兄姐来听，斗阵用音乐来献上咱的感恩。集体关怀，恭喜本会吴梦如姊妹是吴生龙甲黄淑妮的查某囝。甲刘信雄弟兄定伫12月初3，后礼拜六下晡2点半，伫咱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赐福新人。第2点，本会会友洪志明兄弟伫11月13安息主怀，请兄弟关心甲代祷，用愿上帝安慰遗族。咱即时请蔡正道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首先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做位敬拜的兄弟。才有对美国回来的这个潘西谷兄弟夫妇，就是头前者吼，咱请恁起立，大家欢迎欢迎欢迎请坐。其他到第一遍来到教会礼拜，无来介绍着。当然咱也搁一遍欢迎蔡牧师吼，今仔日甲咱分享。因为咱最近教会所谓委员会有咧推动即个咱来每一遍来到教会的时阵吼，咱参加第一场礼拜，是讲咱参加什么聚会拢爱就是讲用扫描吼来登记啦吼。有一寡人可能烦恼迄个咱的资料够安全无吼，所以即个数位委员会有拍一篇即个简单的宣导吼，咱来看这篇影片。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近期教会推动会友系统，在各堂的礼拜中也进行系统的签到、上线及注册。相信会友对于我们的系统的资安有相当大的关注。现在让我为大家进行我们对于会友系统所做的资安努力。我常说，资安好比在做身体的健康检查，身体健康可分为医生看诊、健康检查跟注射疫苗。医生看诊对应到系统的就是我们的程式码检测。透过程式码的检测，我们可以快速的关注我们系统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就像我们医生看诊的过程当中，医生对我们问的问题，可以快速的了解我们身体的问题。再来是我们的健康检查，健康检查对应到的是我们系统的弱点扫描。透过一系列的健康检查的项目，可以快速的知道我们系统当中所潜在的问题，进而发掘潜在的弱点。那透过这些弱点的修补，我们可以使我们的系统更加的健康。第三个渗透测试就像注射疫苗一样，注射疫苗呢，就是注射一个有病毒特征的东西进到身体里面，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抗体。而我们的渗透测试就是对我们的系统进行特征代码的注入，但是它没有危害。透过这样的注入的测试，确保我们的系统没有资安的疑虑。在这3点当中，我们都逐一的对各项进行各项的检查，并请厂商对于我们所查找到的问题进行一系列的修补，确保系统在上线前是安全无虞的。
教会在推广会友系统的同时，也注意到会友的资料的安全。我们会尽力的确保会友的资料在各样的系统上面得到保护，并且我们也会持续的对我们的官网、教会的各项资讯服务进行更深度的检测及保护，确保我们的系统及所有人的资料在我们各样的服务上面是安全无虞的。请会友放心，我们会尽全力保护大家的资讯安全。谢谢大家。这经过这说明的，互咱知影讲，咱放心来使用这个系统是一切拢是安全的啦好个另外牧师大家简单提醒等下下晡3点，咱有要举行咱教会阳门牧区的牧师连牧师的就任式欢迎大家当落来参加若无线上有直播大家当做伙来参与这是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赏赐阮遮尔大的福气，互阮伫圣殿中间敬拜你。阮也特别将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有病痛，求主亲自医治；心神软弱，求主你亲自安慰。今日也是台湾西洋医院的纪念主日，阮特别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一间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学院，透过因的努力来培育将来要伫圣国内底服侍的奴仆，求主亲自赐福看顾，补满因一切欠缺。我也特别将今日新来的朋友潘师姑兄弟夫妇求主你保守看顾因身体心灵拢一尽平安，互因无论伫倒落出入，拢得到主的照顾，享受恩典伫因的生命中间。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主的名，阿门。请咱来移民上营510首，乌鲁天顶主宰，上营线，咱请蔡姓生牧师来教导。愿最后所祈祷无人来听从，天父上帝丰盛恩典，圣神的扶持保守，甲咱圣大家三甲伫地，对这时一直到万世代无尽。阿门。真济灭倒感恩奉受差遣。